欢迎收听5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1章6到22节。路得记的1章6到22节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要来 RPG 要来祷告的经文，在诗篇的34篇9到10节。这里说：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寻求耶和华的人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拿俄米他在摩押地听见上帝要恩待他在应许之地的子民，而且在那个地方似乎那些人又恢复了那土地原来的盛产，特别是他的家乡伯利恒，所以他决定他要回去，他要回到上帝所应许的土地上。在第1章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总共出现了12次的归回，可以让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回转向上帝的决心和行动。透过这样的经文的表达，我们看见拿俄米当他这样想，而且他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，上帝是不是就已经要大大来赐福他，然后让他一点挑战都没有呢？没有，其实当他决定要归回的时候，反而是挑战的开始。他第一个挑战是，他有没有要带他的媳妇回去。但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看见他决定他要回去，但是他也尊重他2个媳妇，他们有各自的家乡，还有他们原有的信仰。他向他们说，你们就回娘家去吧。不只是因为尊重他们的信仰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知道他带着他们回去，这个2个媳妇他们是没有未来的。带着婆婆回到不是自己的家乡，甚至是一个异地，在那个地方要怎么生活呢？何况以色列人、摩押人，他们彼此原来就不是融合在一起的。那这样子，这2个媳妇要怎么生活呢？总不能再生一个儿子，要等这个儿子长大再把这个媳妇嫁给他，应该也等不到那个时候吧。所以在这里，拿俄米他做了一个其实对他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决定，就是这2位年轻的妇人没有办法成为他的依靠了。他要他们自己回到他们的家乡，回到他们的娘家，跟他断了联系，让他的这些媳妇呢有未来，但是他自己其实是深入那个险境的。那继续往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更可以看见，其实拿俄米他要回去的这段路，如果他用他自己原来的想象是他自己要回去的话，其实是充满了挑战跟艰辛的。以当时从他所居住的这个摩押地要回到这犹大山地的伯利恒，大概这个路程要走1个多月，而且这1个多月呢的路程呢，是有上坡有下坡，有高山有低谷，可能还充满了各样的危险或是天气的变化。对他一个已经有一点年纪的人来说，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但是拿俄米当他听见上帝恩待他的子民，他知道他过去他们的家庭其实是选错了，而如今这个选择虽然充满了挑战，但是他仍然要回转向上帝。然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让人看到是上帝的拣选，不仅是赐福拿俄米，他更是拣选了在这当中一位媳妇路得。路得看见他的婆婆拿俄米的决定，她也向她的婆婆来表达，她要跟她的这个婆婆一起共进退。她其实很知道跟她的婆婆一起回伯利恒，大概也会遇到的挑战是差不多的。然而她还有一个挑战，是她可能会放弃她原来人看来更好的选择，而去选择那个
以后要奉养婆婆，两个一起当寡妇，未来不知道在哪里，回伯利恒的这段路程是不是很危险，可能都是未知数。然而这对婆媳做了信心的选择，上帝的信实也从来没有落空哦。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当他们选定跟定要转向这位上帝，上帝的心意竟然是在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麦开始收成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他们可以捡拾这些收割落下来的这些麦穗，成为他们的食物。若是错过了这个季节，或许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他们可能一回去，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饿死。但是上帝却是在掌管时机的上帝，他是掌管万物的上帝，他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危难当中仍然有盼望的上帝。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在凡事上来掌权呢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要来赐福他，让他在凡事上一无所缺。然而不是代表一无所缺就没有挑战，没有危险，没有困难。可是上帝却能够掌权在我们的挑战、危险跟困难当中。恳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也期待也渴慕上帝的恩典赐福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位拿俄米，他不仅是转向上帝，归回上帝，更是看见在他的生命中，他爱他两个媳妇，他爱他两个后辈，他想要他们仍然有未来美好的出路。但是上帝，我们更感谢你，你让我们看见路德当他有选择的时候，他选择要来跟随婆婆的信仰。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去选择的时候，虽然在人看来这样的挑战跟困难是大的，然而上帝的恩典更大，带领拿俄米还有路德走上一条信心的道路，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道路。主啊，你也在对今天我们在台湾的现况来说话。主，你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困难，主，你的能力是大过我们的缺乏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缺乏上，特别是受到疫情下影响的这些，不论是我们的生活、经济、健康，或是我们出路，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信心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如同路德告诉拿俄米说他要跟定他，主啊，我们也要一起来跟定你。恳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行动。谢谢你，也愿你来赐福，因为你应许你的儿女那敬畏你的一无所缺，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主，谢谢你用这段话来激励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我们在凡事上相信上帝来掌权吗？那我们的回应跟反应会是什么呢？愿上帝赐福你，今天在大小事上都经历上帝的掌权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